由錦田發出。This church will soon become a mega churc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ll nations are coming to flying to Hong Kong to attend the church. Miracle will follow after miracle. 再加添我熱誠，伴我先行。靠着信跨出新步伐，盡是憧憬的步履，向着前，從來不停留，有你伴前後。儘管崎嶇滿路途，也竭力無共闖。再加添我熱誠，伴我前行。必信靠你將應許賜下同在，帶領進入美氣，從來未變過。咁為咗預防咧疫情係第四波嘅爆發咧，政府認為咧係要有需要去迅速收緊疫情嘅防控措施。
起帶領住錦江教會前赴後繼嘅責任。你唔單止任重道遠，喺你前面或許有許多嘅挑戰，從靈界而嚟嘅，從人界而嚟嘅，從物質界而嚟嘅。然而你放心，上主就係嗰位呼召你創天造地造海嘅上主，佢必永遠與你同在，佢必用佢嘅靈充滿你，猶如充滿我嘅一樣，甚至係加倍喺我身上面嘅靈充滿喺你生命嘅裏面。我衷心嘅祝福你，就好似你所答應嘅一樣，帶着使命，帶着上主嘅呼召，帶着上主嘅能力，帶着聖靈嘅同在，進入呢個社區裏邊，進入呢個世界裏邊，高舉基督榮耀嘅聖名。我咁樣為你祝福，我咁樣為你禱告，係奉主耶穌嘅聖名而求。阿們。哈利路亞！2025年嘅年號，我而家公布係新航之年，係一個新嘅里程。我哋要出發啦，弟兄姊妹，讓我哋俾一擊大鼓掌，邀請我哋嘅聖靈與我哋同行，率領住我哋，要比過去嘅33年更厲害，咪帶住我哋往前走。一擊大鼓掌，愛我哋嘅主。踏入2025年，神帶住錦江教會順利接班，對教會而言係一個全新嘅航程。喺呢個航程，神為我哋預備咗唔同嘅航點，一步一步走向世界，為嘅係要成為使萬民作主門徒嘅教會。有一啲航點絕對係我哋諗都未曾諗過，然而神卻為我哋預備咗。例如，神喺2月份帶領以色列駐港領事到港教會，而同月香港神召會團契舉行首屆會員大會，同心興旺香港神召會教會，扶植神國工人。去到3月份，牧師團隊前往廣州與廣東省基督教三自外國教會新任主席郭雲牧師同埋佢嘅團隊會面，見到神為錦江教會開啟咗國內福音嘅大門。而去到6月份，吳牧師第一次以主任牧師嘅身份去到神召會彩蒲福音堂證道。唔單單只係中港兩地，神喺新航之年繼續擴張錦江教會嘅境界。劉牧師同鄧牧師兩位牧者分別喺上下半年去到洛杉磯錦江教會分堂嘅裏邊。喺整個嘅新航之年，洛杉磯錦江教會唔單止人數上有明顯嘅增長，喺領袖嘅質素、生命靈性方面亦都迎來極大嘅擴張。洛杉磯錦江堂就喺新航道之中。喺今年嘅4月份，當劉牧師喺美國洛杉磯牧會期間，聖靈感動牧師要去英國走一趟，於是劉牧師喺8月起行，由地極到地極，展開咗一場跨越2個國家、5個板塊嘅宣教之旅。神帶住劉牧師同已經信徒同埋港人深入交流，親身感受當地教會信徒同埋港人嘅境況，最後更加帶領咗7位生命信主。去到9月份，聖靈帶住劉牧師參與咗1連4日喺印尼舉行嘅亞洲基督教領袖高峰會，並喺呢個世界嘅講台上面證道。So wherever the Spirit of God there, and there's life. And the Spirit of God is the Spirit of power. Whenever the Spirit is there, and there's a power. 將前進嘅聖靈、前進嘅教會向台下超過2000位嚟自韓國、印度、新加坡、印尼等牧者領袖分享。神為我哋預備咗一個又一個新嘅航程，編織成新嘅航道，為要帶領我哋邁入更大嘅疆土，得着更多美德之民。Amen。大復興踏入第5年，神帶領我哋進入水深之處，主耶穌嘅臨在幫助我哋走入生命更深嘅深處裏邊，完全破碎嘅生命得到重整，多年壓抑嘅得到全然嘅釋放，長久嘅傷痕得到全然醫治。神極重嘅恩典如汪洋般湧流着，弟兄姊妹同主耶穌嘅關係更加係盡心。我哋越嚟越明白大復興唔係必然嘅，
呢個係神賜俾錦江教會嘅禮物同埋恩典。神喺每一個聚會都親自嘅同在，親自觸摸每一顆心，令到弟兄姊妹更深經歷到神嘅愛同埋真實。孩子，我為着自己過去做過令你難過嘅事，同埋令你傷心嘅事、傷心嘅說話，向你道歉。請問你可以原諒我嗎？爸爸，我奉主耶穌基督名字同你講，我好願意接受你嘅道歉，我好願意原諒你。我為住自己過去所做過令你難受嘅，所講過令你傷心嘅，向你道歉。請問你願唔願意原諒我？孩子，我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好願意接受你嘅道歉，願意原諒你。Amen。我哋一齊嚟祈禱好唔好？舉起我哋禱告手，我哋一齊嚟祈禱。呢個服侍唔係靠人意血氣噶，係靠聖靈，係靠聖靈，係聖靈嘅能力。Amen。你鼓掌俾我哋，掌哈利路亞！因為服侍係帶嚟祝福嘅，服侍係帶嚟美好嘅，服侍係帶嚟屬靈嘅福分。開聲禱告。佢接受我嘅一切，皆因由神所賜。生命本源於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麼權利可以不為你而活？我將一切完全獻給你。開聲去禱告。Holy Spirit, move me now. My life, oh again. Holy Spirit, Spirit move. Oh Spirit. 神唔單止預備咗新嘅航道同深度，神更加率領住教會如鷹展翅上騰。每一次嘅拍翼唔單止飛得更高，能力同埋恩膏都相應提升。喺我哋現有嘅事工上，神讓我哋突破新高度，由年頭到年終充滿住新事，更有好多人因此而決志信主。喺今年嘅新春聚餐，我哋延開咗64席，當中有377位新朋友，35人決志。而去到5月份嘅懇親節聚餐，就已經再突破新高度，延開76席，50人決志。神俾教會嘅酒店繼路德會嘅合約喺3月屆滿之後，喺短短1個月之內，神就安排新租客成功簽約，藉住酒店服侍一眾離港讀書嘅國內同埋東南亞嘅大專學生。而喺興發大廈，新一屆嘅業主立案法團鄺思豪執事成功獲選為主席，及大衛家范益俊弟兄獲選為法團委員之一，而但以利家李偉德弟兄則代表教會成為金龍樓業主立案法團嘅委員之一。錦江元朗綜合社區服務中心喺新航之年繼續為主發光，突破高度。喺3月份，劉漢同姊妹、毛半科姊妹同埋關懷露宿者及清潔工團隊喺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2024獲獎。去到年底，胡俊輝弟兄由香港社會福利署舉辦嘅齊撐照顧者行動全城友善嘉許計劃當中，獲選為3位最感人照顧者之一。同時，社區中心獲選為10位照顧者友善僱主之一。社區中心得到社會嘅認同，由個人、團隊甚至係中心同工嘅家屬都受到社會嘅肯定。榮耀歸主。教會今年繼續同元朗警區合作，喺5月份舉行遊戲新開始禁毒嘉年華，達到前所未有嘅高度。一場嘅嘉年華總接觸人次為11,982人，當中有1016人參與戶外崇拜，120人決志信主。哈利路亞！每年嘅新春大型佈道運動 JP 天服侍
同全年決志嘅總人數喺新航之年再突破歷年嘅新高。2025年福從天國喜迎春總接觸人數超過37萬，共有1315人決志。喺新航之年 ，JP Team 亦站上新嘅高度。喺2024年至2025年度 ，JP Team 總共出隊135次服務，接觸咗21,412人次，共有1,440人決志信主。新航之年，錦江教會全年總決志人數為榮耀全歸三一真神 ，Amen。聖靈係前進嘅聖靈，由錦田到元朗，再進入大復興。神親自打造錦江教會，成為能快速回應並能配合聖靈工作嘅教會。正如使徒行傳中，使徒一個又一個興起，並且立時回應學指神國。神今年亦喺好多方面嘅工作發展迅速，新人冒起，被主挑旺。好多人生命喺短時間內變化，衝破性格上嘅障礙，生命被神擴展，能夠為主站立出嚟分享神嘅道。感謝神親自興起神國嘅工人，見證弟兄姊妹嘅生命嘅長進、群體嘅回應，以及神為教會預備每一個嘅機會，加速咗教會擴展嘅步伐，得着更多失喪嘅靈魂。我哋冇遺忘，神要我哋成為一個宣教嘅群體，要培訓更多神國嘅用人，為主收取末期嘅莊稼。因為對於一個4期腦癌患者嚟講，其實每一日嘅年日都要好珍惜。將你嘅困難、將你嘅挑戰都話翻俾神聽，係啊，讓神咧親自去解答你所心中嘅疑難。因為耶穌基督係賜俾我哋係啊，能夠使冇變為有，能夠使不可能變為可能嘅神。我就求你親自憐憫恩待，帶領住我哋，願但以理卓越嘅靈係加倍又加倍嘅澆灌喺每一個弟兄姊妹嘅身上。藉著我哋嘅禱告同埋祈求，神要將呢一所一所嘅學校俾過你之餘，呢個學校係屬於主嘅。Amen。喺新航之年嘅年尾，香港大埔發生咗一場全港痛心嘅火災，喚醒每一個屬神嘅子民百姓回應聖靈嘅心意，珍惜年日為主傳揚福音。同時，神也興起唔同嘅弟兄姊妹起嚟回應，包括消防、醫護、警察、社工、老師同學生等等，一家彼此同心，只想得着一個又一個有需要嘅生命。聖靈帶住教會前所未有地快速地回應，並且呼籲弟兄姊妹同心禱告、奉獻，以及藉着福從天降臨香港推出唔同嘅短片，成為城市嘅安慰、人心嘅祝福。心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人生不免崎嶇，難免絕無掛慮，幾時同舟在獅子山下這夢際拋棄，去奮頭共對。以賽亞書54章2至3節，要擴張你帳幕之地，伸展你居所的幔子，不要縮回，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列國為業，又使荒廢的城鎮有人居住。錦光阿根兒就是一個夢，由錦田年代開始，神應許光要由錦田發出。
接着感動教會向三大目標進發，立志成為普世宣教嘅教會，神所應許嘅一一實現，而且讓每一個感光人看見神所應許的，佢必定會成就。回顧過去34年，神一直帶住教會開拓教會嘅疆界，喺唔同事工中彰顯神嘅同在。我哋從來冇放低神俾我哋嘅呼召，為主得着元朗城，建立萬人嘅教會。感光人，讓我哋用信心緊緊跟隨，因這殿後來嘅榮耀必比先前更大。Amen。是配的，配的，配的传说的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不去。